各位兄弟，大家熬早，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去一摆三甲主集，伫上帝面头前，咱三甲伫安静的内底，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好不好？邀请咱做伙同心敬拜上帝以前，嘛请咱会当伫咱的 YouTube， 伫咱的连结粉丝专页咱拢会当来甲伊做连结，然后伫下底面，咱会当来做留言，会当互咱对咱的教会，互咱每一个参与的人，拢会当彼此有一个互动的机会。那么这时，我需要邀请咱做伙同心用祈祷来做咱今仔日敬拜上帝最开始。上帝伊爱咱，三甲来到伊的面头前，用备办心的祈祷来亲近伊。一个亲近上帝的人，咱拢需要用安静的祈祷，安静的内底。诚心来敬拜上帝，上帝要透过咱的祈祷，伊嘛要听咱的祈祷，应允咱的祈祷，来成就伫咱生命中伊所要成就的大事。这是邀请咱做伙搁一摆，咱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语，罗马书5章3节，就是在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求上帝帮助咱虽然环境咱有无相款的经历，但总是上帝意爱咱伫患难中，咱拢爱有忍耐的心，做伙来听候上帝所要互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功课。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你会使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亲人，为着你甲人的关系。咱三甲同心来祈祷，甚至伫咱头前的道路，咱求上帝，互咱有新的意向，互咱有新的愿望甲看见。咱做伙同心来恳求。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子女，阮的心何等欢喜，因为你将白白的恩典赏赐予阮。互阮通单单专心注心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上帝。天父上帝，虽然阮有时要袂捌你真深，总是上帝你无任何神真神通甲你相比，因为你是搁真搁活伫阮的生命中，得为阮摆比所有的大项事的上帝。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认捌你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主上帝。你要互阮的生命常常伫困难的中间，阮要犹原欢欢喜喜来迎接上帝你所要赐福的生命。求上帝你加做阮的帮助，互阮伫今日的敬拜，伫今日每一摆亲近主你的时，阮拢用感谢的心来主你感谢甲恳求。天父上帝，阮若要感谢你，阮嘛要开嘴学乐来颂赞上帝，你是搁真搁活的主上帝。求上帝你帮助阮，既若敬畏上帝你的人，你拢要赏赐阮教业有存。愿上帝你赐福伫阮今日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亲近主你的人，互阮毋若用诗歌、用学乐、用琴、用钢琴。用任何的乐器，阮拢通学乐主上帝。主虽然阮无法度通有实体的礼拜，总是阮伫媒体直播的内底，阮要犹原诚心、专心专意，三甲来亲近主上帝。愿你圣神搁一摆来感动阮逐人的内心，坚固伫阮今仔日每一个人伫你面前所有的敬拜甲奉献。也恳求上帝，你通过今日的敬拜，互阮会当得到圣神引带甲帮助，互阮明白阮头前的道路要怎样照着上帝你的真理、活命的话、你的教导来行，互阮时常得到主你的引带。阮相信阮的生命会当哪行哪得到丰盛的生命。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在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敬拜以前，我需要邀请你，你边爱亲人，甲你的朋友讲，愿上帝的疼甲平安
赏赐你的生命。愿上帝疼甲平安赏赐你的生命。上帝一直伫咱的生命中间，常常地带领咱，毋望咱的生命充满欢喜的生命，来代替了生命的悲哀的心。用娱乐的衫来亲像你穿的迄领衫共款，时常嘴所讲拢是娱乐的话。所以有当时咱人的生命毋通埋怨，毋通讲无好听的话，常常就爱照着上帝所教导咱的。咱做伙来读一段圣经节，以赛亚书63章3节。伫色安悲哀的人，用花帽赏赐伊来替血烧，欢喜的油来替悲哀，娱乐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栽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愿咱今仔日每一个人伫祈祷中，会当伫安静的内底，毋但得到平安，嘛互咱伫敬拜的内底。咱用欢喜的声音、娱乐的嘴，咱做伙来过一个有公义的生命。咱搁一摆用诗歌，咱要做伙同心来娱乐主上帝。上帝伫咱的生命中，伊一直咧为咱开道路。上帝要互咱拄着无相款的环境，咱拢毋免惊惊。好毋好？邀请你，搁一摆甲你边仔兄弟、甲你的亲人讲，伫主的所赏赐的环境内底。你毋免惊，伫主所赏赐的环境内底，你毋免惊。上帝疼咱人，要互咱每一个人伫个环境中来经验上帝满满的疼痛。咱做伙来吟。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有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咱一摆甲主讲，主，你是阮生命的山寨，你要引带阮，互阮经过生命的苦难。上帝，你是阮生命的盼望，你是阮的主耶和华上帝。咱伫心底甲上帝求，上帝要引带咱行过死荫的山谷。耶和华，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
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阮感谢你，阮伫生命中间，你要成做阮生命的石坡甲山脊，你要用你恩典的免流，成做热坎帮助阮的好所在。求上帝你赐福阮，当阮每一摆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主你的时，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的心得到开阔，互阮的灵得到安静，互阮的智慧毋难加添，互阮心灵的目睭嘛通看见上帝你所要赏赐人的智慧。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做伙三甲来做信仰的宣告，咱做伙来做念使徒圣经，咱做伙三甲做伙来做信仰的告别，请咱做伙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割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做伙来启用，咱做伙请兄弟来启，姊妹来用。启用文第53篇，咱三甲做伙来启用。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兼着用烧化祭，也是满回羊仔来就近伊。上主减为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减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上主要求你的就是，就是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献诗，这个是咱要请咱的诗班三甲来献一首诗歌，来敬拜主，来敬拜主。
圣经，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耶利米哀歌3章21节到24节，咱三甲做伙来看上帝话。我的心倒转想这的事，所以我有望。阮无抵到灭亡，是对耶和华这的慈爱，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旷大。我的心讲，耶和华是我的基业，因为安尼我要望伊。今仔日牧师要用信息来甲咱三甲做伙分享，建立新希望的生命。在咱的生命中，咱拢需要一个新望的生命。在要开始咱今仔日的主题以前，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生命的起造，拢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活命，伫阮的生命中间。要互阮伫环境虽然有困难的上时，阮的生命一直会当活出，搁活有望的生命。阮要搁一摆通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伫阮的生命内底，阮要怎样通活出一个喜乐、有望，甚至有目标的人生。愿上帝你圣经的话语，搁一摆通过伫阮这个时。通过圣神大大的感动、加倍祝福，互每一个兄弟姊妹通领受着智慧的心，互阮定心有气力，为主你来行人生的道路。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基督徒的生命一生的内底，咱拢咧经历一个叫做耶稣基督。这个搁活的生命，伫咱生命中的祝福，我相信你跟我拢同款，阿门。因为耶稣基督的活命伫咱的生命内底，什么意思？代表的就是咱的生命会当过一个新的生命。这也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所带予每一个信伊的基督徒所爱认知的一个要紧的观念。今日咱这个主题叫做建立一个叫做新望的生命，什么意思？牧师有一个足深的体会。伫即阵啊，咱的国家甚至咱台湾渐渐疫情豆啊咧稳定得到控制的中间，相信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兄弟拢咧经历我到底敢爱去注射无？甚至咱看媒体有侪老大人。那看到不管是莫德纳是 AZ， 咱知影拢有伊死亡、致到人死亡、生命结束的这种危险性。但是咱一定会思考，到底我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我是乖乖踮厝就好吗？或是我也是要做一个决定，我来赶紧来做接种疫苗的这个动作。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搁我的气力。那讲起来是对迄当时带来真大的震撼甲影响力。我嘛咧想讲，有真侪基督徒伫迄当时，伊愿意为着安尼，为着基督来付上生命，甚至继续将这个搁活得救的福音消息来传出去。我嘛咧想讲，有接种过的基督徒，已经接受过治疗，已经有一个抵抗力的人，伊一定会感觉讲迄无啥啦，迄无要紧啦。但是要未接种的人，伊的信心是何等的惊吓，甚至何等的专注。兄弟姊妹，现今上帝要爱咱学习什么款的真理甲智慧？咱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伫你信仰的迄个叫做生命力？兄弟姊妹，经过将近要2个月的时间。咱台湾有真侪间教会，包括信徒，有可能拢无咧看直播，嘛无咧做礼拜。我相信咱爱定心思考，伫咱的信仰生命，迄个生命力，就是咱的生命的动力。你的生命的动力有没有失去了？
所以咱要倒转来想看卖，对伫咱过去咱当啊认捌上帝的时阵，当咱认捌上帝了后，咱会开始思考：我的生命有改变无？我的生命有改变了后，咱开始思考讲，一个生命有改变的人，伊的生活、伊的生命会带予伊什么款的改变？所以生命改变的人，自然会安怎？生活嘛会改变呢？你会开始祈祷，开始读经，开始参加聚会，包含伫即马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开始思考讲：哇，我即马拢无去礼拜，我要安怎样灵修祈祷，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咱来思考，伫咱的信仰的生命力到底有改变无？这个疫情所带予咱的影响是什么？兄弟姊妹，咱开始思考，当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有改变了后，咱就开始想讲，我的生命要安怎样去影响人？所以生命去影响生命嘛。好，一个基督徒，伊来到教会，伊亲近上帝，接触福音，但是倒转去厝邻甲伊的亲人的关系是啥？这叫做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甚至当咱的生命豆豆咧改变了后，咱所接触的这个大团体，无论教会，无论伫你的生活，无论伫你的家庭，甚至伫你的工作，你的群体，这个团体的关系会改变无？所以兄弟姊妹，这拢是咧代表咱的基督徒的生命力到底是不是会当用光主上帝？兄弟姊妹，咱要伫今仔日主题，这个建立新的愿望的生命以前，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我的信仰的生命力产生什么款的状况？兄弟姊妹，伫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安尼讲，所以恁的心智，恁的心智要准备便啦，要预备好啦，要警醒，专心仰望，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所未属恁的稳定。兄弟姊妹，专心仰望耶稣基督伫咱的面前显现的时阵，要享受咱的稳定。有一个条件，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得爱备办便，你要预备好，你要预备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当咱的生命若备办好，咱自然咱就有法度通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所要享受予咱的福气。所以，一个无咧备办、无咧准备心的人，伊是要安怎样受到耶稣基督所带来予伊的生命的祝福咧？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去思考，如果我的生命要有新的愿望、新的动力，以前，咱爱想看卖咱的信仰、生命的这个动力上，咱发生什么款的问题？第二个，咱爱过来思考，咱的信仰的生命的感动是什么？什么意思？他对我讲的是啥？迄个是叫做生命力啦，叫做生命的内在动力嘛，对不对？但是咱来想讲，咱的动力来源是对的，对你的感动嘛，你的心柔不柔软嘛，顺不顺服嘛，你有没有爱心嘛？你的生命有没有带来感动的能力？像你姊妹，有真侪人，你若看伊去参加一个音乐会，音乐会。有的青少年年轻人特别的火热，身体动作特别的火热。礼拜日我若在青少年咱即马有3位国中生，因拢会去观看咱的直播，咱的主日学直播。我拢会甲伊问讲，恁看咱的直播的时阵，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感动是啥？我就在想讲。咱的影片、咱的直播，我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有没有办法让年轻人看到一个直播，除了它的内容、更爱感受的是啥？伊的影响力是啥？所以一间教会，如果伊的音乐往往拢是安怎，拢是非常的严肃，当中是无迄个叫做火热、无迄个条条喜乐的唱歌娱乐的事，我相信咱拢会感觉真无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感动力是啥？咱爱去思考，伫咱的生命中，到底什么感动能力伫咱的生命中咧影响咱，甚至咧影响别人。所以有真侪人，伊的信仰的影响力甲感动力，往往拢是放伫倒位，拢是放伫遐个啥
有特别温顺的人的成就啊，迄有感动的人哦，拢是迄有特别温顺能力的啦，伊领受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嘛会使享受到即款的恩典，你嘛会使享受到。兄弟姊妹，咱咧强调的，毋是有特别经历的迄个经验，咱的生命影响力是在伫有当时上帝是通过迄个真微细、真细项事，就会影响咱。咱知影，咱伫咱群组内底吼，咱会当看见自足早开始会晓传这个讯息，会当每一个人拢会伫下底面回应阿门的，吼，咱就知影是满足者嘛，吼。伊传的这个真好，每一日咯，伊拢会灵修传这个讯息，真好的经文牧师拢非常感动。对牧师当来到咱教会，伊是第一个我感受到伫咱内底吼，伊拢常常传这个，然后下底面有真侪人伫遐咧阿门。兄弟姊妹，伫咱即摆已经无实体，暂时无实体礼拜中间，当你逐工伫遐咧看新闻的内底。你是不是愿意伫你的赖群组内底，咱买当对咱的小组，甚至直播的关怀群组内底，咱甲大家人彼此鼓励，讲咱要聚会啊，我们要直播了，大家预备好了吗？好，甚至兄弟姊妹，咱来去思考，当牧师伫直播的这 YouTube 内底，咱拢会当伫备班的内底，先伫下底面先留言，讲预备好了，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其实咱咧看这 YouTube， 其实拢会当随时，当咱听到一句话，感觉真好。平常时咱伫礼拜堂的中间，咱袂随阿门，咱袂安尼讲。但是咱会当通过这个物件，开始咱学习做一个回应。这就是咱的生命是毋是伫迄个中间，咱会当来开始做一个行动性的改变。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要了解这个新愿望，一个新愿望的出发。咱要安怎样开始有这种的感动甲行动力？咱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咱做回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记载耶利米先知，会当讲是第3首的这个哀歌啦。伊特别为着伊家己的同胞，所遭受这个苦难来感觉啼哭。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会当讲是耶利米先知。伊伫咧仰望上帝的怜悯甲慈爱内底，上帝是何等信实伫固守伊的子民。虽然环境变化甚至无好，但总是先知耶利米要悠远感受到上帝奇妙的疼痛。期待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这段圣经节，卖当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同齐伫即个环境，无论是你有接种疫苗，也无接种疫苗的人也好，我相信咱台湾已经咧行入一个新的境界，是一个新的国家，甚至是一个新的文化产生的国家。求上帝帮助咱，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团体内底，就爱带一群安怎有智慧的国民啊！所以，弟兄姊妹，咱的教会期待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但是咱的生命是毋是真正会当带出一个新愿望的生命？这是值得咱好好来主恳求。所以第一项，今日圣经在甲咱讲起，要安怎样得到这种新的愿望的生命，就是第一个要紧的叫做回转向神，希望无限。各位弟兄姐妹，咱也知影吼，一个犯过错的囝儿女。犯讲白菜甚至偷摕的囝儿，伊若愿意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头前，甲你讲：“爸爸，我毋对啊，妈妈，我真失礼，我做毋对代志。”你会原谅伊袂？你嘛会原谅伊。所以咱感觉喏，即个曾经伫失望跋倒的囝儿后辈内底，因为爸母的原谅，安怎？伊会有希望无？当然有啊。所以，当咱伫上帝面头前，咱过去是一个犯错的人，但是上帝嘛，意爱咱倒转到伊的面头前。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因感觉人生无愿望，伫国家安尼人被掠的中间，因毋知影未来因的国家要行倒落。但是上帝通过先知，要甲这以色列百姓讲：
讲我的心倒转想着这个事，这个我叫做亚利米先知。伊讲我的心倒转想着这个事，所以我有望。兄弟姊妹，你若倒转去看亚利米哀歌3章21节的以前，拢咧讲的是真苦难的代志。咱的人生嘛真侪苦难，咱的生命嘛有真侪变化的，哪亲像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但是这个守事稳定的上帝，要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调咱重新去享受着迄个永壮的生命。这就是上帝通过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真清楚甲咱讲起，上帝稳定是教也咱用，甚至是伫咱困难的中间。咱做伙来看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讲，使一切稳定的上帝，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的荣光迄位，伫恁暂时受苦以后，一定会亲心甲恁定心建立，使恁快乐，互恁坚固徛在。哇，非常的水的一段圣经在。上帝甲咱讲，这个守事稳定的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呼召咱。咱知耶稣基督是耶稣是上帝的囝，伊来到世间，伊伫咧苦劝人，就爱军队伊、人物伊，就是上帝所派来、所找来的囝儿。但是无人要信，若无要通过耶稣基督，咱的生命无法度通了解，咱要安怎样亲像耶稣相款的样受，谦卑顺服，祈祷亲近上帝，来经历迄个永远徛在的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彼得前书伫甲咱讲起，嘛伫甲咱讲，上帝爱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倒转来到伫伊面头前来求讨迄个赏赐咱定心建立，使咱快乐，佮互咱坚固徛在的地位。求上帝帮助咱，两位兄弟姊妹，咱边仔兄弟姊妹讲，回转倒转上帝，上帝就要甲咱应允；回转倒转到主的面前，上帝就要应允咱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以爱咱会当互咱的生命定心建立。赏赐快乐互咱，甚至互咱坚固徛在。要紧的是，咱着爱回转倒转。第二，咱要安怎定心有一个新的愿望的生命呢？第二项就是上帝每一日拢在更新的慈爱甲怜悯。什么意思？我想有当时咱有当时犯错的时阵，咱拢会想讲上帝敢会原谅我？有当时咱对咱的太太、对咱的丈夫、对咱的士大人，有一个讲话也好，有一个犯了错误也好，咱拢会想讲，我敢要甲伊回信咧？伊敢会原谅我？甲你边仔兄弟姊妹亲人讲，只要你愿意悔改，神都愿意接纳我们。好，咱只要愿意悔改，上帝拢要接纳咱。当咱对咱的亲人愿意甲伊认错，讲我做唔对啊，其实咱的亲人拢愿意会当原谅咱。我时常有当时较无顺利，有当时我讲话声扫较唔好，所以我对我的太太讲话较大声。有当时我看到伊面相无介好啊，我就知影我说错话了。我就会想讲，什么时间赶紧去甲伊回信咧。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耶利米哀歌3章22节到23节，今日咱的圣经在讲，愿无底到灭无，是对耶和华家的慈爱，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呐。耶和华上帝，他的慈爱怜悯是无穷无尽的，袂因为讲安怎，我这摆怜悯你，上帝赦免你了，你后摆因为无高不离忠，因为无法度日，无小心，因为佮犯一个错误，上帝就无要怜悯你。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的话后壁23节讲，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呢，逐早起咧换新呢，你的诚实极其扩大。意思咧讲起上帝慈爱甲诚实，是只要愿意倒转到伊面头前的囝儿女，上帝拢要甲咱祝福。所以兄弟姊妹，申命记第4章31节讲，耶和华你的上帝原本就有怜悯的上帝，伊总是无气杀你，
嘛无拒绝你，甚至嘛无袂记得伊所甲你的祖先所救抓所立的约。兄弟姊妹，我非常的感动，上帝会当用安尼的疼痛来包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我嘛非常的体会，上帝是何等的疼我，互我对一个艰苦，甚至对车祸，甚至对人的伤害的中间，上帝拢怜悯我，互我重新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要成做这款领受这款的恩典，是因为我看见上帝伊的慈爱甲怜悯是日日在做更新变化。所以兄弟姊妹，我们的生命要不要产生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新生命。我们的生命不要因为环境而失望，我们的生命要因为上帝所互咱经历的，会当救咱的，咱就愿意安怎开阔咱家己来去接纳。第三，咱要安怎有一个新五忙的生命呢？就是爱知影头前的道路，爱专心仰望上帝。今日圣经在24节安尼讲，我的心讲，耶和华是我的基业，因为安尼我要仰望伊。注意哦，我的心讲哦，耶和华是我的基业哦。咱啥会当仰望？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一直咧为咱的生活、经济，咱所需要的，得正做咱丰丰富富生活上的基本产业。各位弟兄姐妹，你工作需不需要基本产业？要，你要有来源，所以你的来源要从哪里来？要跟上帝求，跟你的弟兄姐妹诉说，跟你的兄弟姊妹讲，请你为我祈祷。我的工课，我需要求上帝亲自甲我陪伴，因为上帝就是咱生命的产业。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一个要紧的问题。咱头拄有想起吼，咱有讲起吼，咱的生命有生命力无？吼，有没有信仰？有没有生命力吗？然后第二个，我们谈到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感染力吗？有影响力无？吼，兄弟姊妹。有没有动力吗？我们想到有动力、有影响力，接下来咱来思考，咱的信仰的生命有目标无？一个有动力、有感动，甚至有影响力的人，无代表伊接下来接下所要做的代志，甚至所要仰望的代志，安怎会为伊带来一个好的目标甲方向。所以基督徒唔是真做一个敢若一时一刻有感动的基督徒。咱是爱有一个目标，爱为主来活。所以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中间，咱在这阵的疫情的中间，咱拢在经历一时一刻要安怎样做决定。但是有真侪时阵，咱无清楚的目标，所以咱看见国家嘛是安尼，一时一刻拄到问题啊，然后就安怎样补救。但是咱无去想到一个目标真清楚的时，咱会发觉安怎？逐天的新闻拢是安那咧补救，救到最后，若无一个清楚的方向甲目标，迄是无法度通完成。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第3章21节到22节讲，按着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手，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兄弟姊妹。当你要领受到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就要安怎？就要迄个目标直直走呢？是要安怎？为着要得到报赏。你想不想得着生命的福分？你如果想要得到，你一定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不免烦恼。跟随主的人一生蒙福，这是我一生的中间所领受的真清楚的一个道理。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所以咱中间成熟的人、成熟的人，就有啥？就有相款的想法。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这样成熟的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要向着标杆直跑。恁中间若有别款的想法，上帝嘛会将这的想法甲恁指示。意思咧讲啥？意思咧讲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咧讲，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上帝会清楚的指示你们。各位弟兄姐妹，
好完整。上帝给我们的福音跟信息是何等的美好，互咱就算咱家己有无同款的想法，虽然我行这条路，虽然我真清楚，但是有当时想有一个无同款的想法出来的时阵，上帝要永远会指导我安怎行。兄弟姊妹，咱已经清楚知影，一个新的愿望，咱就要有信仰，就要安怎，就要有动力，有感动力，甚至有影响力。最后，咱就要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来去行。但是，咱嘛就要清楚一项代志，因为这个代志，咱有动力、有目标、有影响力，拢是在伫咱清楚上帝是伊的主爱，伊的疼痛永远伫地。所以唔免惊，只要咱遵照上帝的指示来行，我相信环境如何，咱拢有法度通面对。兄弟姊妹，中国大陆伫即摆武汉肺炎的时阵，新冠肺炎的时阵，有一个25岁的少年患者，伊伫住院的期间，伊伫网络顶面咧分享住院的记录，伊咧记录讲伊对发病得病了后，无法度通住院因为医疗是有人真多嘛，所以伊当伊得感染到的时阵，竟然嘛无法度通伫病院受到病痛的这个折磨，然后对这医护人员，伊非常的尊敬，开始出院的快乐，伊咧记录这整个的过程。伊表示，伊捌安尼分享讲，伊讲伊家己伫患病中间捌写过遗书啦，25岁少年家伙啊。当伊发病了后，将近1个月了后，竟然恢复啦。伊经历着也有祈祷的阿嬷，也有伫迄过程人生的种种的变化。当伊好了后，伊第一项事就是去做捐血，这个少年家囡仔好了后，就是去做一项代志叫捐血。望讲伫伊体内这好的血液有新的抵抗力，会当抗体，会当帮助即摆疫情产生好的疫苗来帮助其他人。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短故事，我唔知影你听到什么，但是我真深的体会到、感受到，咱的信仰的生命，就哪亲像这个25岁的少年家伙所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同款。咱的信仰生命，有当时咱伫过去有得到苦难，但是当咱接受到这个福音了后，当咱得到复原，咱甚至得到健康，咱甚至得到快乐了后，咱是不是愿意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愿望、新的计划，开始伫你的生命中间为你带来祝福，甚至为着别人来带来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要让咱经历这个困难。唔是要互咱失落，嘛唔是要互咱唔知要安怎行。我甲我的牧师娘已经预约挂号，就是预约这个不管是 AZ 啦或者是莫德纳，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通过国家，通过这个医护人员、医生所研发，甚至会当含这个国家做连结。将这疫苗带来伫台湾，台湾是非常安全平安的所在。我嘛相信，伫这的领导者因所通过这物件，要为我的生命内底的血液带来新的抵抗力，带来新的抗体。兄弟姊妹，接种疫苗是一个非常要紧，咱诚做国人，台湾这个国人真要紧，身躯内底抵抗力的一个物件。牧师嘛要鼓励咱，如果你若是有烦恼，请咱去找医生，去你按照你的年龄啦若是适合，你唔免烦恼。我看见咱教会内底有真侪兄弟，对上年长的这个着爱长老，全家妙龄，妙龄姐，咱遮的真侪兄弟拢已经接种疫苗结束。感谢上帝，伫一开始因嘛有真侪会惊吓的心。但总是上帝听咱，通过祈祷要定心，搁一摆，互咱有够野气力来面对。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摆的疫情已经进入接种疫苗，全国开始咧普及施打的阶段。请咱
带着信心会祈祷，毋免烦恼。咱是真做信主的人，是一个无相款的生命，是一个有新的愿望的生命。求上帝，互咱会当有新的元素，重新互咱重新出发，为主做更较好、美好的工。求上帝帮助咱，愿主赐福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主愿满心感谢你。主耶和华上帝捌讲，我知我恁所怀意念是守事平安的意念，毋是降灾的意念。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未来末后的日子有愿望来为主你行人生的道路。主啊，阮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互阮的心内定心得到快乐，无搁再忧闷艰苦，反倒当互阮定心为着主你来出发。求上帝你坚固阮头前的道路，无论是接种疫苗，无论是阮头前台湾所面对这摆疫情所产生的问题，互阮的工课，互阮的生活，拢通定心有一个新的计划。愿上帝你将新的愿望放伫阮逐个兄弟姊妹身上，以及伫每一个观看这个直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上帝你祝福伫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真做勇壮，为主你做美好传福音的工作，互这个人的生命得救的灵魂拿起天，嘛互每一个信主你的人，拢真做主你美好的见证。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做伙三甲来吟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上帝话时常帮助咱，互咱常常伫伊的保护的内底来享受伊的平安。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虽然看袂见，仍无你，仍听拯救人来相会，全能的天父主上帝，已经我就伫大恩惠，阮得要降落那落水，拯救的声手在包围，保守主所听情行类，上主欢喜听我祈祷，做我大牧者甲保护，以这我靠主来拜秘，秘旨将万事交托伊，主做我日头甲顶摆，秘是就无暗无看眼，光阴真快过，那车天只有水边我那阮你。这是咱三甲做伙来奉献。上帝爱咱每一个来到伊面前，用着感恩，用着诚心诚意来向伊献上感谢、懊恼、敬拜甲奉献。奉献毋通勉强，奉献是通过伫你的内心，用感动，用你的回应来感谢上帝。上帝互咱所有的是丰丰富富，所以每一摆咱用奉献的时，咱就用诚心诚意来奉献。邀请你咱即马无实体的奉献，但是咱是用家己备办的纸录啊，纸袋、白信封袋，你会当甲装好了后，将你所要奉献的项目甲写落来。你若是无写，就是经常费，咱就无记名的奉献。如果你特别为着教会建堂的奉献，为着咱的教会任何感谢的奉献，请咱就会记得注明来个写落来。目前教会
需要大家认真，会当为着咱的奉献，咱本身家己的奉献来主献上感谢。求上帝祝福咱，嘛求上帝丰丰富富来祝福伫台湾的正教会，咱三甲做伙来奉献。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主你赏赐阮，互阮有生命，互阮有能力，互阮有气力，伫了活地生命内底，会当趁钱，会当经营，会当做阮的生命的产业。上帝啊，你所赏赐互阮遮的，拢是空空白白的恩典。阮若无一口气，阮若无生命，阮袂当为主你做什么。但阮要将阮所献的金子、淡薄的金子，奉献成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上帝你丰丰富富、坚固、祝福、帮赞，无论伫阮的产业，无论伫阮的经济能力，无论伫阮的家庭，以及伫台湾整个伫即摆疫情所拄着困难的家庭，求上帝你拢坚固、祝福、帮助阮，互阮伫紧经过即个困难的中间，会当经验上帝你满满的祝福。但愿搁一摆奉献阮的金子，是要做主你圣工的路用。愿上帝你赐福阮，将平安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牧师伫遮要来甲咱做简单的消息报告。伫目前为止，咱真侪兄弟拢已经完成接种疫苗，所以牧师嘛邀请咱本身牧师甲牧师娘，阮嘛拢已经准备好，嘛已经预约挂号吼。所以牧师真正诚心来邀请咱，疫苗的接种是全国，嘛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国人伫面对即摆疫情。你无法度，无可能讲规工踮厝里啦吼。就算你规工踮厝里吼，有当时咱买物件转来吼，这物件有当时拢有接触到病菌、病毒的所在，咱拢爱防范是非常困难。所以其实较要紧的是，咱身躯爱有抗体。所以这个抗体嘛，牧师邀请咱伫祈祷的内底来接种疫苗是非常的要紧。未来教会因为开放了后、解封了后，整个的教会嘛是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接种疫苗甲无接种疫苗的兄弟姊妹。所以兄弟姊妹，咱就会记得，接种疫苗是全国国人咱在面对即摆病毒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阶段的决定。嘛，请咱一定就爱为着咱遮的兄弟姊妹，还未接种疫苗的人。请咱就为因祈祷，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摆接种疫苗的整个的过程，咱每一个人拢平安顺遂吼。所以牧师邀请咱大家就更加注意，就爱常常祈祷，咱特别注意这几项事。另外，咱特别嘛感谢民族路教会咱的一个亚美节吼，为咱教会赠送2份的即个花卡啦吼，放伫啦，互咱的教会门面。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花卡，嘛会当互经过的人，较袂无小心去弄着咱的迄个斜降坡吼，缓降坡啦吼，所以咱会特别感谢伊，嘛感谢咱遮兄弟关心咱的教会，嘛请咱即马进入教会遮的国中生的遮青年，因已经开始进入暑期啦吼，请咱为着遮的青少年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因，赏赐互因有智慧，伫即站暑假的期间，就做好的生命规划。相信这暑期对因来讲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时间是非常地赏赐互咱每一个人拢24点钟。但是咱要安怎好好来把握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时间，来做有路用的人。我相信这是上帝所喜爱咱做，所以愿上帝赐福咱，帮助咱。这时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三甲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
愿上帝应更变救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住你平安。咱做伙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三甲领受上帝平安的祝福，是上帝搁真搁活，也是疼的赏赐。上帝感谢你用你慈爱的疼痛，是不变不断更新的慈爱，赏赐平安互阮。愿上帝你将这款的慈爱怜悯赏赐互阮逐人，互阮明白，阮着爱珍惜阮的时间，常常过着一个新生命有五望的人生。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欢迎每一个观看咱大桥教会直播、线上直播的兄弟姊妹。上帝已经引带伊的选民，已经引带台湾人进入新的阶段。咱每一个人拢着带着新的愿望来面对伫头前的道路。欢迎邀请咱每一礼拜日早起时9点半，伫教会还未解封以前、解封以前，请咱会当保守、珍惜这宝贵的时间。若是有你伫阮的生命，阮就用